新闻头起先来看强烈大陆冷气团扫台湾。今仔透早新北石碇温度上低干那7度高。气象署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虽然日是出日头有较温暖，不过下暗到明仔载8日透早温度可能会降落到-6度。经过一暗急冻的天气，树顶涂骹拢结一层的冰霜，玉山北峰山顶拢白蒙蒙，登山溪拢比较悬的所在，欣赏这景色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今日透早玉山北峰低温达到零下8.2度，因讲是真寒。昨日全台也是冷期，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伫新北市的石碇7.5度，金门县金沙镇更加出现4.9度低温。气象署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包含新竹县、苗栗县拢有可能有6度以下气温发生的机会。入夜了后，到明仔日透早更加要注意，一直到13日时才开始慢慢的回温。也过刷来8日就是暗时，是要注意新一波大陆冷气团入来，全台是又湿又寒的天气。从周2晚上开始，会有另外一股冷空气南下。那目前来看，强度是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所以从周2晚上开始，一直到周3到周4到周5的清晨，都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。所以这段时间的话，天气上面会再度的转冷。最近天气真无稳定，嘛要注意健康状况。因为根据消防署统计，2025年到1月11日，短短11天就已经有492人会创伤到医进前心跳停止，在一天更到55人创下新冠纪录，包含心血管、脑血管疾病、甲肺部疾病发作，恐惊拢甲气温剧烈变化有关系。因为天气寒冷，所以刺激你的交感神经，分泌压力型荷尔蒙，而导致了所谓的血管突然的收缩。所以提醒大家说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尤其寒流来临的时候，一定务必做好保暖的措施。医师也提醒，温差变化大，应该避免室外，特别是老大人、到3个避暑的民众，拢属有高风险族群。除了爱穿好少以外，若无爽快症状，爱赶紧让医生看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